每個城市都有一個中心，位於九龍紅磡一個總樓面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尺，同區最大規模嘅重建項目別家坊 Baker Circle。大半世紀日積月累嘅香港人民情懷喺呢度得以再度融聚同塑造，俾你重新去細味、領略同發現。呢個全新社區集合創意、時尚，係同區罕有嘅超大型商住發展。糅合可持續綠化建築，配合智能家居設備，創造一個大家夢寐以求嘅現代化休閒生活天地。呢度有多種人性化嘅智能科技，以及多項環保建構同設置，戶內戶外全天候綠化，觸動你每個觀感。別家坊，一個總樓面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尺嘅都市中心綠洲，雲集咗全球頂尖建築及設計大師破天荒攜手合作。美國 KBF 劃時代嘅地標建築，英國 Gillespie's 創新構思嘅可持續性園景規劃。呢度你會遇到好多清新嘅面孔，每個早晨、黃昏同夜晚，高比率嘅綠化環境，令你置身其中，感受個中無窮嘅青春活力。別家坊，處處讓你體驗身心平衡，重啟健康人生。享受真正嘅富有，就係真正嘅擁有。日本 Guarded 匠心設計嘅住客會所，令你可以同摯愛親朋開懷共聚。呢度更有多項嶄新嘅康樂設施，提供多姿多彩嘅親子活動。你可以喺呢個廣闊空間，俾自己沉澱放空，安靜思考、閱讀同漫步，或者3、5知己細味每個下午茶聚。呢個社區更令你可以沉醉於文化情懷，喺精彩嘅步行街入面，消閒購物、吃喝玩樂，隨心之所至。別家坊 Baker Circle 位於港鐵紅磡何文田及黃埔3站，金鑽三角核心，步行前往任何一站只需約6至7分鐘。由港鐵紅磡站出發，經東鐵線2站直達金鐘。呢度一草一木都經過精心安排，大家以心為本，樂活其中，每日開展無限精彩嘅都市生活旅程。幽居融聚，都市之心，別家坊 Baker Circle。